我同大家分享 T0 角星金雕嘅玩法。我連續6場6連勝啊！輕鬆將所有嘢滅隊。金雕係個好適合近戰嘅角色嚟㗎，因為佢近打人會痛啲，同埋佢個盾雖然唔係無敵狀態，但係佢有減傷，可以冇咁痛啊！俾人打中。同埋啲直線型嘅水彈可以反射俾對方，除咗水球就唔可以成粒彈俾人啦。但係你俾水球打中嗰啲餘震都可以減半傷害。可以用勾得意接近佢哋偷襲，嚇死佢咧！連我隊友都嚇一跳啊！因為佢係近戰啊，所以我好推薦大家用噴水器。你接近佢咗開盾。好似殺曱甴咁，成隊滅隊啊！我好推薦大家用魔術棒，咁樣偷襲佢哋，靜雞雞走埋去隔離度猛咁噴。到決賽呢個盾好重要啊！情況就係死咧，可以用魔術棒掩護自己，然後偷偷地去佢身邊，再趁攻噴死佢。佢簡直係見神殺神，見鬼殺鬼啊！但係戰鬥中呢，好多人中意遠攻噶嘛，所以呢，就要開盾接近佢。你一開頭可以同佢哋遠攻住先，有機會再慢慢轉近攻。成功反殺。呢度後邊俾人偷襲啊！佢用松鼠嘅人彈開咗我。打隻近啲嘅先。咁樣追住佢噴，佢會持續扣佢血。但係因為太多人鍾意遠攻啦，所以呢，你有時傻更更衝埋去近攻會俾人打死嘅。你要先用遠攻，有機會接近再轉近攻。呢場好屈機啊！佢開局1分鐘已經有500血咯，但係俾我成功反殺大佬，死啊！打交嗰陣要留意邊個草叢有人，唔好掛住死咗一隻，因為會隨時俾人夾攻㗎。如果範圍大，你血量唔係好厚呢，我唔建議你咁明目張膽咁樣掃蕩咯。我呢場係因為我血量大，所以可以大膽啲。呢個人都係用金雕啊，係金雕同金雕嘅對決，死啦！咁就贏咗啦！大家如果鍾意睇就俾個 like 我啦，我會繼續拍嘅，拜拜。